请问早期电影播出的时阵，拢会有辩士这种人物，请问伊是咧创啥物的 ？A. 伊是放影片的人 ；B. 伊是解说咱电影内容的人；C. 伊是卖电影票的人。你有40秒的时间。我知啦。哦，真假哦。 B 对，哦，统一对吧？对 B 5个 B 啊。罗宾姐姐有看过吗？有我知影，伊应该有。伊有演过咧，对啊。我是先摆迄句，阮就知影。我是第一片上尾期的，是，所以第一片看黑白电一点点嘛。影。当时我出来拍伊的时阵，我是先摆上大可能连 A 仔仔，哎呦 A 仔仔刀疤，伊就会拢讲较早电影吼无配音，拢爱一个伫咧边仔咧解说。 就是即摆你讲的这电视电影解说人，来，水片顶台啦，嘿。不是哦，不是哦。就跟他配音，现场配音啦。哦。是。好，所以恁有答嘛哦？你的答案是 B。好，咱来看者解说电影内容的人对唔对？哎呦！恭喜哦，你掉8斤咯！哦，加起你加起。我第一届看这顺的咧哈。来，老师。好，这个电视伊的音是伊个为日本来的、日语来的吼。啊，毋过伊搁较头前，伊是欧雷达。欧雷达迄字就是英语的 oral，oral 就是讲出来。吼啊，以前的技术无遐好，所以你敢若有迄款无声的电影，啊，你得爱家己伫遐配合伊的电影落去演。